继续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发现，台湾人啉酒的比例当一年一年的增加。问题是，台湾人的体质，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无法度来代谢酒精，也就是讲，所啉的酒就积伫体内卸袂掉，安尼对身体真唔好，讲会增加着脑喉癌的风险。 3月好朋友食饭，有真侪人会爱啉酒，不过爱啉酒的民众爱细致。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发现讲，愈接啉酒，甲啉酒量愈侪人，愈有可能得到头壳甲颔管癌。喝酒会有酒精代谢所产生我刚才说的那个致癌物乙醛。那乙醛呢，它会造成 DNA 的破坏，可能就会导致癌变。研究发现讲，台湾人每2个人都有一个无完整的 乙醛气氢酶的功能来代谢乙醛，比例阁是全世界上悬的。酒啉落了后，无被代谢乙醛累积伫体内，唔若增加得到头壳颔管癌的风险，甚至有真侪病人诊断出来时，拢已经是尾期啊。啉酒后上好发生癌症就是下咽癌，第2是口咽癌，第3是脑癌。下咽癌的发生率虽然它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它上升的速度是最快的。我们喝酒的那个 消耗量正在上升，因为这个酒精上升的关系，加上跟下咽癌的关联性是最强的，导致它上升的速度是最快的。而且唔若啉酒尔，有酒精类饮料、食物食伤济、啉伤济，嘛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。所以讲，提醒乡亲，后盖伫食饭啉酒时，唔若量爱食，嘛爱记看啉，安尼较袂得到癌症。